今日好開心啊，帶大家嚟匯寶嘅銅鑼灣分店，大家睇下我哋呢個全新面貌嘅魚病系列護理用品。而家就帶大家睇下我哋嘅專業試身室啦。喺術後配對義乳，一個專業嘅試身員係非常之重要㗎，而我哋公司對呢一方面都十分嚴謹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知道配對時如果出現錯誤，除咗影響外觀之餘，仲會令到身體失平，引致腰背痛問題，嚴重嘅仲會引起脊柱側彎添啊！大家睇呢幅圖，同一位病友用福子圍同一般胸圍嘅分別。福子圍嘅特高側翼設計可以加強承托，有效咁預防淋巴水腫，因為包裹度夠高。仲可以完美咁樣遮蓋副肉位置添啊！一個專業嘅試身員係咪好重要呢？大家睇下福子圍520系列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款式啦。胸前位置做得特別高，而呢個部位覆蓋度都相當多。當手術切割時做得特別高，同埋凹陷情況比較嚴重嘅人士，520系列嘅胸圍就可以完美咁遮蓋唔想見到嘅手術位置啦。福子圍其中一個獨特之處，大家睇下呢個位置，就係全港獨有嘅側翼內袋設計。我哋只需要放一個側墊喺裏面，咁就可以填補手術時造成嘅腋下凹陷位置啦。大家睇下，仲可以有效咁預防淋巴水腫添。而家就帶大家睇下福子圍嘅全新系列啦。大家睇下呢個係全亞洲首創嘅抗菌內衣啊！而最新福子圍520系列，除咗包裹度高，能完美咁覆蓋手術位置之餘，仲有唔同嘅顏色質感設計，真係加添不少時尚美，真係好靚噶。而家就同大家睇下，我哋引入有60年技術嘅愛爾蘭 True Life 義乳啦。除咗一般直質義乳之外，大家睇下後面呢個義乳嘅特色就係佢白色嘅位置係一啲軟身直膠，專係為手術位置做得比較凹陷、見骨嘅人士使用嘅。而因應香港天氣都比較悶熱，而呢個加上量身啫喱嘅直膠，就可以幫助大家散熱啦。仲有啲比較特別少少嘅，就係呢個超輕透氣型義乳啦。呢啲貝殼型嘅酵紋有助散熱，超輕透氣型義乳比一般嘅義乳輕50% 嘅，同埋呢啲特別嘅直膠，比起傳統嘅直膠更加耐用噶。除咗義乳配套之外，術後嘅護理都好重要噶，好似呢個預防淋巴水腫嘅壓力手袖啦。又或者現時醫院都採用緊嘅淋巴水腫回流機啦。如果有需要電療嘅人士，就可以選用一系列嘅電療護膚用品啊。無論喺手術或者電療之後遇上傷口問題，都唔使擔心。我哋嘅子公司明卓護專科護理中心有專人幫你處理傷口問題，有需要記得搵我哋幫手啊！而家就帶大家睇下我哋專科傷口護理嘅地方啊！有醫療用嘅電床可以方便上落，仲有醫院採用嘅照明燈，可以清楚仔細睇到傷口嘅問題。仲有好多高科技嘅儀器，其中呢盞活彩偏光燈，好多醫院同護老院都用緊嚟處理傷口㗎。我哋主要係採用一啲外國嘅先進敷料，大家如果遇到傷口問題，唔使擔心，我哋嘅專科傷口護理中心一定幫到你㗎。大家有需要就搵我哋幫手啦。